最近就倡调谈到这两只名词么？空气污染和 PM2.5。因为中国记者蔡琴的纪录片《空谈之下》，空气污染显现风变到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。不过你讲的，台湾的空气污染并没几年就开始有为哦。到底乜嘢係 PM2.5？空氣污染又帶來哪啲問題？偏偏是聽你寫我窮下嘅關心。大家好，我係熊一輝，我是小主播文子，我是小主播阿梦。不要收看2禮拜社會是天賦。你看到这连串的空气污染相关的新闻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是今年一开始空气就变得很不好，是有很多空污相关的新闻，还是有什么特定的原因？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关注空气污染？我今年3月的时候有写到读报心得，然后那时候就有提到空气污染，有看到在哪里？在新闻上面。污染越来越严重，然后空气越来越不好，然后罹患癌症的几率也越来越高，所以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身体。对。那在新闻当中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比较新的名词，它虽然不是新的东西，但是最近很常听到，叫 PM2.5。究竟什么是 PM2.5？它对我们的健康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？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礼拜的社會係議題。廿報嘅當當然啲嘅講 PM2.5，唔過唔知嘅係乜解麼 ？PM2.5 講嘅就係測講比2.5微細嘅細鹽分物料。唔過問題係乜嘅係比2.5微細麼？其中一個係一種叫做含卡式，佢將係條南模嘅20%。啊，阿妹愛，哎呦哦！係講做到 PM2.5過後，現在其實才提示嘅，一般嘅做係咩？基本動係佢，譬如冇未動係到，佢會一直去到氣價，經過氣泡，直接入到血度，行到全身，影響人哋神經、鼻槽、心臟、氣價，佢又會壓到。吼 ，PM2.5 算來係哪來啊？感染後動到火山爆發、山拿出火燒，都會產生 PM2.5。不過一下前主要嘅源頭係火力發電、燒化工廠、空氣檢查排放嘅廢氣。一到人類產生嘅 PM2.5，有動到嘅重金屬物質對人體嘅傷害很加大。行耳朵唔看唔清楚人嘅態度，也係身體家下，唔就會注意哦。嘅可能唔係希望實現係 PM2.5所成嘅哦。哦，这真是一个很清楚的动画哦，让我们知道 PM2.5是怎么来的，有多小，小到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到。刚才在前面的时候，文子有提到，他在3月的时候有做一个这个读报心得，让你开始对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会比较关注。就是我在3月的时候写的读报心得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无意间翻到，然后就看到穹顶之下皆埋海，民众当自保。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了《穹顶之下》这个纪录片，超震惊的，就是他们后面的建筑物都看不到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戴口罩，然后大家都当低头族，然后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个空气。那是中国大陆哎，我们身在这么远之外的台湾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为什么你会震惊？中国大陆那是因为它急速发展，就是大家都烧煤矿，还有发电。然后还有化工，但是台湾现在也有很多工厂在排放 PM2.5，所以我觉得台湾以后如果发生那样的事的话，那我们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就你们的感觉，以台湾来讲，你觉得我们哪里的空气污染状况会比较严重？中南部。中南部。因为我5年级在上社会课的时候，有看到云林的六轻厂，然后那边就是因为它是从远方拍，然后就会看到一根直直的，然后上面有这个东西，就是排放那个废气。中南部空氣污染嘅狀況要更嚴重，啱先時嚟看，有隻禮拜為大家所準備社會太嚴重。
呢度嘅地中南部嘅空氣污染問題尤其厲害嘅。社記者來到嘅嘉義市中心，嚟請在地嘅空氣污染專家葉醫生嚟講講怎樣來看空氣污染。這裡是全台灣最嚴重的地方。對，嘉義是去年是全台灣 PM2.5第1名的地方。就是像這樣子，能見度很差，那房子那個醫院都看起來霧霧的嘛。可是像空氣好的時候，其實這個醫院的後面是有一座山的。哦，這個醫院的後面其實是有山脈可以看得到。那像這樣子是 PM2.5是9的時候，那現在是50嘛，大概是5倍多。所以5倍多的時候，你根本連醫院都看不清楚。除咗用相片、醫生用手機嘅另外一種看空氣污染嘅方法，佢就係空霧器，用目標用一些嚟講講一下污染有幾厲害嘅。這個是美國的標準，它每一個顏色都有意涵啊。在 PM2.5到56以上就是紅色，35以上就是橘色，然後12以上就是黃色，所以它的那個標準其實定得非常的細。例如說綠色的話就是 OK 的，好，就是健康的空氣。紅色表示是要警戒，所以紅色就所有的人都要注意。台灣大個縣市都有空氣污染嘅監測站，地面路況都查到空氣污染嘅數據。過後，簽到對現實嘅空霧器，大家就會更加清楚嘅了解，一下空氣品質係點嘅，對人嘅空氣又有乜嘅影響。那現在台灣還有哪些區域是符合政府的標準？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是要小於10，那我們台灣政府自己定的標準呢是小於15就可以了。台灣只有符合政府的標準的地方只有4個嘛，就是恆春、台東、花蓮跟陽明山，其他地方包含台北市都不符合標準。那這樣如果外國人來台灣的話，他們會受不了嗎？外國人如果來台灣，覺得台灣最美的是人啊，但是他不曉得台灣最毒的是空氣。這個東西空氣污染，它其實因為小朋友他是比大人更容易受害啊，它影響的是所有的人啊。所以有一些家庭他買得起空氣清新機，有些家庭根本就買不起，甚至在學校裡面根本也都沒有。所以這個空氣污染，它其實暴露的就是一種階級的健康不平等。這個不同的階級的人，他可以想呼吸的空氣根本就不一樣。那其實這樣子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，這個是政府的責任，應該要去解決的。但是空氣污染，它又非常難去判斷說，哦，我這個生病跟空氣污染有沒有直接的關係？它的因果關係在科學上非常不容易去判斷。所以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處於這個不知不覺的狀況之下在受害的。我們看到2個小歐到嘉義去後，於醫師也介紹了很多這個空氣污染相關的資訊，尤其是他用數據來呈現究竟空氣污染有多嚴重。問題是，像我沒有這種專業儀器的人，很多觀眾跟我一樣，我要怎麼樣才知道就是究竟現在的數據是多少？於醫師有介紹我們這個網站，就是你只要打一個地區，然後它就會出現它的 PM2.5有多少。我們看到最大的數字139。它對照在地圖上就是嘉義市現在的空氣的污染算是輕度污染，它有不同的顏色，對不對？如果是那個橘色的話，對，它就是輕度污染。如果你是敏感的人，就會有一些症狀，然後健康的人會出現刺激的症狀。我記得於醫師在你們的訪問當中，他有提到要解決 PM2.5這種空氣污染最直接最快的方法，就是使用這個空氣清淨機。對於這一點，你們兩個怎麼看？他有給家裡裝空氣清淨機，但是有些人的家裡沒有裝空氣清淨機，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那個階級，就是只要有錢就可以呼吸到好的空氣嗎？如果沒有錢的人，難道就要呼吸比較髒空氣嗎？難道沒有錢的人注定就要吸入 PM2.5 然後生病嗎？當然不是。那我們來看一下，你講到有錢沒有錢的人，我們來看一下在區域的分布上，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地圖好不好？西部都偏暖色系，從基隆以北開始，一直到高雄，它是高雄市，對不對？那你看，北台灣在台北市有到158，然後中部有到151、152。阿夢，你對照那個表，幫我們解釋一下158對健康有哪些影響？
它会进一步加剧敏感的人群的症状，也可能会对健康的人的心脏、呼吸系统有影响。建议儿童、老年人及心脏病、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，不要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。一般人也要尽量减少户外运动。来，这是台湾的状况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张图。哦，这更可怕！你看中国大陆，文总帮我找一下中国大陆最高的数据在哪里？极端值，来，727。我们如果活在那个地方会怎么样？儿童、老年人和病人应该要停留在室内，避免体力消耗。一般人群也要避免户外活动。所以这样的状况可能是已经到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。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老师跟医生在介绍，空气的污染，尤其是 PM2.5，它有几个来源？交通，就是汽车的排放，还有呢？工厂。那汽车我们这个想当然了，就是我们的汽车、我们的摩托车，每个人都可能会必须要使用到、接触到。工厂的话，你们知不知道台湾工业排放的 PM2.5最严重、最主要的来源在哪里？六轻在哪里？云林麦寮。云林的麦寮。那这个星期啊，我们接着跟着2位小记者，我们看了嘉义嘛，接下来就来看工业污染排放 PM2.5最多的地方，就是云林的六轻，一起来看。烟囱超多根，狂冒烟。你知道有几根吗？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，总共有398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398根，太惊人了。云林县成为所得最低但罹癌最高县市。我觉得我好想赶快走啊！我好像快罹患癌症了。现在小记者位于云林县的六轻厂，根据网络上的调查结果，这里有高达398根烟囱。六轻厂的 PM2.5排放量是全台湾最高的，而附近居民的罹患癌症的几率也是很高的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去访问附近的居民喽。小记者采访的特别对象是文字的亲戚，家就喺啲云林县台西乡，离六轻有6公里远。如果你们那个空气严重，然后吹来你们这边，有没有对农作物有影响？农作物是加减拢会影响到啦，而且若北方来吼，伊个烟吼，拢突然食到鼻气迄个臭味啦，鼻个绿空的味安尼。若绿空无来时阵是空气真好，啊绿空的来就感觉较歹安尼。电视嘛是有咧报啊，伊讲阮大西乡湖林管家了吼，拢迄歹的病拢加增加足多安尼。因为实在挺热的，阿爸婆就切西瓜，对抢小记者说，虽然说到很甜的西瓜，不过心肝头肚，杀动手空气污染的问题。我觉得整天活在那个烟雾，就是我看到一点点烟，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。然后，更何况这么398支烟囱出来的烟很恐怖。小记者杀了许多位彰化台西村，一个钟头验证风的问题，一切都有空气污染。农作物同居民的空气都有动态的问题。采天阿爸哥就带领小记者去到位西瓜田来看空气污染的头一个证据。像这个鲜西瓜哈，一粒都没多，那这一颗就没有用，就成不了。因为当然赔本了，成本就全部算起来就比较高。以前六轻没有来以前，那时候的西瓜都很好，很平均。现在像下雨天，空气不好，下雨那个雨是酸雨。他们种西瓜的人就要个通那个喷雾器，赶快洗一次，不就规拢像安尼洗起。六轻排放的化学物质，害西瓜唔好睇。农民捐货，老家就从垃圾用的就滴滴都顺。这已经破掉了，蚊子戳进去了，超软的。它这边有留下那个指印，酸臭味。要拿一个尖尖的东东。
除了西瓜，南外的空气污染的症气就是癌症。有一度的居民是因着癌症而过身，还有人讲一个钟头就按到癌症村。我现在用很简单的图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人嘛，哈，人那身上理论上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残留在我们身上了。这些东西都有，你看，你用小人身上的重金属的元素，你就可以看，本来是只有3颗球，我们身上已经是这么多颗球。像现在你没有闻到味道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你有没有嗅到什么砷啊、汞啊、什么它啊？其实我们身上本来就不会有这些铿铿锵锵的东西了。那这些锵锵的、铿铿锵锵，它本来就是会致癌吗？会致癌。我没有想过要带你女儿搬家。有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就是一直在想，然后现在看到这个东西，其实会更具体的觉得，小孩子不能在这个地方成长。我们大人还有很多的借口，小孩子真的不能在这个地方成长。对，可能不会太久的时间，我会让他离开这个地方。你知道我们一天要呼吸多少空气吗？儿童每分钟约要呼吸6到7公升的空气，也就相当于超过3罐家庭号鲜乳的容量。而我们每天就要呼吸将近1到2万公升的空气，也就相当于80个标准浴缸的容量。我们每天呼吸这么多空气，可是空气就是那么的脏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洗下茶，我一下要夹夹真嚟哟。2位小记者在六亲之旅当中，除了访问了很多人之外，我们发现就是你们自己也拍了一些照片哈。这张照片很显然是六亲的，就是其中一个停车场看到的画面。你们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吗？每一个比一个还要大，一个比一个可怕。这个景象你在拍照之前，你有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过类似的画面吗？其他地方只有烟囱而已，没有看到那么多。那么大根的东西。OK， 好，这是六亲的其中一个烟囱的画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？啊，这在路上看到去台西村的时候，曾经是西瓜大王种西瓜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看到下一张照片，它像是一个体检表之类的。左边这个，来阿莫，你看一下这几个字有什么共通点吗？都是看起来有点像重金属的东西。你用什么判断是重金属？金字边哦，很多字金字边，对，钒、铬、锰、镍。那身体里面有重金属会怎样？是过海关那个金属感应闸门会呗呗呗呗，会怎么样吗？那个徐阿姨说都是1级致癌物。我们看它有几个超过正常范围的。第一个是镍、砷、锶、铬。跟最后一个，哇，这个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字，什么氢基比。他看到你刚才说这个是他的谁的体检报告？徐阿姨的妈妈。他们有没有跟你讲到他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的心情？我感觉他非常激动，在跟我们讲，很愤怒，很愤怒。他的影响除了人，还有什么？西瓜。来，我们来看你们拍的西瓜的照片。这是什么？一个西瓜跟一个芭乐吗？小也是长不大的西瓜，它只是还没长大，还是长不大？烂掉了，臭臭。然后就是指印。是你按的指印。对，很臭。臭。然后摸起来呢？恶心。摸起来呢？一摸就爆掉。这些全部都是坏掉不能用的西瓜，那农民怎么办？他根本入不敷出啊！他这些损失要找谁赔？他们就是很无奈的在那边收割啊。可是不能吃了，也不能卖了，还要收割吗？就是说还是要整理啊。然后他说这批种完就不要种。哦，他们也不种西瓜了。只剩下他们一户在种西瓜。他说以前全部都在种西瓜，每一家都在种西瓜。对。这些我们看到的比较是对大人们的影响，那就是小孩子们呢，谁会对中南部的而家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方？記得樣板看台空氣污染呢件事情，希望你看而家禮拜社會滿眼睇。呢度安島同學都了解空氣污染嘅問題，
讲意思所有的学校都会升空污器。以下就听你设计者向下来了解，也就係樣嘅作為。上行政院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，即时空气污染指标，然后嘉义的 PSI 值就是普通，然后73悬浮微粒 ，PM2.5的指标是中级。这样的污染对他们来说应该很常见吧？都是黄啊，这样看过去全部都是黄，但是现在都成黄。黃色係代表空氣已經有意識嘅唔好嘅。今日嘅數據係咁嘅色咧，嘅空氣氣唔好嘅下又係乜嘅色呢？就是剛開學沒多久，有一次就深紫色。今天早上和禮拜五比較嚴重。拿的咁嘅色的企業，也向下嚟去運通平好，神奇了。你們覺得多了這個空污期，那個空氣污染有改善嗎？學校如果那個旗子很嚴重的話，就是學校廣播，然後通常下課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出來。除咗空污期，學校還會判1度嘅空氣污染先頭發通。不過對大部分嘅同學嚟講，對空氣污染冇有乜嘅感覺冇呢？社會大調查顯示了，啲學校要做空氣污染嘅教育前，唔對空氣污染冇有感覺冇。哇！做啲講所有嘅同學都冇乜嘅感覺呢。佢哋作為以下層嘅空氣污染教育過後，唔會受空氣污染嘅問題麼？哦，全班長起來什麼同學會受呢？你知道這裡是污染最嚴重的區域嗎？不知道，就是我覺得那個我覺得空氣污染好像沒有對我造成很大困擾，所以我沒差。平常就是戴口罩的時候都會很悶，可是如果空氣污染很嚴重的時候就要戴。那這樣子如果出去玩的話就會很不方便，會覺得很無聊，然後因為就不能出去玩，就只能被關在家裡面。你們覺得空氣污染是誰的責任呢？就是應該是我們人類要反省，因為我們人類製造很多不健康的空氣，所以我們就必須自己先反省自己，就是做一些環保活動，或者是減少排放廢氣。你們會擔心台灣未來也變成跟中國大陸一樣嗎？會啊，因為如果空氣品質變不好的話，這樣我們就是有些活動就無法進行。這樣，我覺得就是從台北來到這邊，我會覺得這邊的空氣品質真的有差，但是也不會說那麼差啦，臉比較髒而已。其實我也覺得你們台北空氣品質也不好，因為你們台北那邊比較先進，都會開比較貴的車。我先談一下我對這一段 VCR 我一個很大的感受跟好奇哈。嘉義市剛才我們看到於醫師為我們介紹是去年全台灣 PM2.5 污染最嚴重的地方，所以嘉義市政府它做了很多的空氣污染教育，嘉義每一所小學都有應該看到這個空污期。可是你們自己去問小朋友，結果班上調查的結果是，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們其實並不覺得空氣污染嚴重，甚至還有人說台北比他們嚴重的哦。你們覺得有什麼可能的原因？為什麼他們並不覺得空氣污染這麼嚴重？習慣，他們習慣了，而且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去之前跟去之後，你們怎麼看待這一趟我講空污之旅？好了，我也跟着你們走了一趟。我們用這個心情符號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選的符號哈。我的感覺是難過，難過我們要生在一個這麼可以講不幸嗎？就是空氣污染這麼嚴重，但是我們似乎有一點就是莫可奈何，所以我感到難過。來，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啊，這更讓人覺得難過。我們是始作俑者，可是我們製造出來之後，我們想到解決的方法了嗎？來。
我们看你的表情。那是什么意思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，因为去那边真的脸真的很脏，然后你说没关系，鼻屎很多，鼻屎很多哦，这是你自己观察到的指标。来，阿梦，你的心情？怀疑。你怀疑谁？怀疑什么事？就是我们从台北到嘉义只有2天呢，为什么我们这么的有感觉？然后他们住了好几年都完全没有感觉。所以你怀疑他们怎么了？来，其实这一点回扣到我看了这一集的感觉，我自己做了这一集，我没有跟着他们到嘉义、到云林、到彰化去，但是我发现空气污染最可怕的，或许就是某种程度很无感。那么各位同学，看完我们这集之后，你们对空污更有感了吗？以上是2礼拜节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，看到精彩內容，下週禮拜6下午的7點半，下嚟準時收聽。社會吃天府，希望大家除了禮拜6 7點半，還有禮拜1當做體會12點會重播。想要了解亞化附近的空氣品質好下唔好，就得透過你教大家嘅隻名集上網去查詢。你是啲解釋這個空氣品質適合到我哋行了麼？記得查詢咯。希望大家。正在冒烟的地方，让我们得到癌症的废气，这个就是白化。受到火力发电厂污染，受到6级的污染，我们吸到的空气，通通都是脏的。健康空气，我与健康空气。